奉耶和华的名来的，应该得到福气。耶和华是上帝，伊的光照阮。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尊你做权。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世间情人拢着恬静，天性徛伫伊面前。无伫看愈世间俗事，当阮在伊相思。上帝讲你面的上帝。着敬拜心偏请咱三甲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72首，学罗全能的主上帝，请咱起立吟全首。这时，请咱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
打做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过我，永远的活命。阿免。兄弟，请坐。请咱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18篇，圣诗的后壁面，诗篇90篇。主啊，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这个山也袂生出，地甲世界，你也袂造成。对永远到永远，你是上帝。你互人归途，讲，恁世间人着活倒转，因为伫你看，1000年亲像已经过去的昨日。每个一天的一天，你亲像用大水甲伊流去，亲像困一醒，伊亲像草，早起时无生，闲时收割就顾头。因为阮对你的生气就消灭，搁阮对你的发声来惊吓，你将阮的罪摆伫你的面前，将阮温捌的歹摆伫你的面前的光明中。阮的日子拢经过伫你的大生气，阮的年岁过了，亲像土一个开。阮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勇壮，通到80，总是其中所看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经过，阮就飞去。求你教示阮怎样算数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摇花要到第时呢？求你倒转，为着你的罗卜来回心，求你早起时用你的慈爱，互阮满足。互阮一世人欢喜快乐。求你照你苦楚阮的日，照阮拄着患难的年，互阮欢喜。愿你的所做对你的奴仆显现，你的阳光对因的子孙显明。愿主阮的上帝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愿你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阮的手所做的工，愿你坚固伊。阿免。这时，咱三个来吟圣诗，圣诗166首。耶稣圣会，上帝设立，请咱一个吟全首。爱的。
这时，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恩典的主，听阮的阿爸天父上帝，伫你的时阮造前，愿献上感谢甲学乐。主上帝，当阮称你做阮的阿爸天父，是阮确信，阮拢是你所听的儿女。阿门。这是阮一生上大的祝福。阿门。阿爸天父，阿门。伫圣的主日，阮倒转来老爸的家，阮羡慕要见主你的面。阿门。阮要用心灵、用诚实来献上阮的敬拜。阮的心较无爱听天父你要对阮讲的话，阿门。因为阮永远相信主你的话是真理，充满智慧，是阮属灵的食物，是阮灵魂、生命、健康甲快乐的源头，也是阮人生风景中真实的倚靠甲帮衬。阿爸天父，阮需要你。阮徛伫你的面前，阮要恭敬、斟酌来听你美细、搁轻的声。听阮的主，今仔日是阮教会年度的会员好会。伫遮，阮算数过去一年主你的恩典甲恩赐，阮嘛检讨反省阮生命的信仰。主你知，阮也有侪的软弱，甲做无够业的事，恳求主怜悯扶持阮，恳求圣神伫新的一年保守阮的心，互阮常常警醒，照主你的话来说而行，用好的品行、端正的行做，来荣光天父上帝。求主，互阮每一个人每一天，拢生活伫主你的祝福的内面。主你互阮的祝福，也要临到阮的厝边、亲人甲朋友。主，求你的圣神保守阮有三听的心，愿主的阮的上帝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愿你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求主奋兴教会，愿主宽容的圣手坚固得定教会。听阮的主耶稣，这时阮要恭敬来听，来领受你真理的话，恳求圣神来引带阮，安静阮逐人的心，求圣神将平安甲感动临到阮的会中，也甲线上直播参与礼拜的兄弟姊妹三甲伫地，互教师甲祝福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心中。互讲的、听的，拢大大得到主你的祝福甲充满，互阮属灵的生命伫新的年会当搁较完全。天父，愿恭敬将今仔日的敬拜交伫你关灵的圣手，求主你引带，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阿门。上帝有高，就是主天世间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有高，就是主天
何乐，请献歌队。啊，这请咱三甲来恭守上帝的话。首先，咱来看旧约圣经合解书
第1章第5节到第7节。旧约圣经合解书第1章第5节。打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恁着省察恁的所行，恁夜间至做，收成少，恁食也袂饱，啉也袂止渴，穿衫也袂烧，得到工钱的，用工钱下伫破空的地啊。第7节，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恁着省察恁的所行。佮看另外一位圣经记载伫彼得前书第2章第12节。彼得前书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2章12节。12节，恁伫外邦中行做着端正，互因看见恁端正的品行。就伫因所诽谤恁做行歹的事，因通伫监察的日归荣光上帝。阿免。讲到生命的检视甲规正，请曾牧师。所听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的礼拜是咱1年1摆的会员大会。会员大会伫圣经中间，伊是表明一个真大的组织，特别伫诗篇中讲，万百姓要伫你的大会中唱歌学乐你。今仔日的礼拜对咱来讲嘛是一个真要紧的意义，因为今年咱的教会满90周年。顶礼拜伫平安礼是牧师请安。袂记咧开无线麦克风，所以伫即边有人就听无牧师咧讲啥。今仔牧师阁甲咱报告一解。今年是咱教会90岁的生日，咱的教会有一个10年的目标，还阁无足清楚。但是咱的教会中级伫今年，咱要有一个真特别的心志，要做伙甲牧师、甲上帝做伙来找。咱的教会100周年的目标，所以咱的教会伫过来这10年，到底咱应该做甚么？牧师其实伫心中有一个愿景，有一个看见。这个看见大概伫几年前也未疫情开始的时，就有一种的感动。所以上帝互咱应该有一个看袂到，但是感受，求天父上帝助入咱。所听兄弟姊妹，有上帝真正好，有恁嘛真好。所听兄弟姊妹，咱做伙就真做一个家庭，咱分开就真做一个个人。所以今仔日，这毋是一个公司的股东会议，恁听有吼？会员大会毋是公司的股东会议。你若买股票股东会议，你若去，摕你的一个户头，你就当领一寡红利，领一寡即种的个赠品、赠送品。但是会员合会毋是，会员大会、会员合会就是礼拜，会员合会就是礼拜。咱伫即个所在，拍开咱的心，甲上帝讲：求你监察我的所做，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甲咱讲好个尽忠的路步，愿咱会堪伫徛伫上帝的面前，保护上帝相信，这就是今仔日会员大会的开始。咱做伙伫主的面前，为着即个领受上帝圣经甲圣神的帮助，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这个会的主席就是上帝。主，阮甲你讨。互阮无遗憾的人生，主，阮恳求你，假使阮怎样伫生命破缺的所在，阮会通成做一个有智慧的管家来补破梦。主，阮恳求你，将你的话伫即时亲入光，照伫阮众人的中间，
主，愿将阮的人生交伫你的手中，愿你的阳光归伫阮的身上，愿你的圣手坚固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人生所行所做，也照顾这间教会。我们要静静听，求主你的圣神即时来对阮讲话，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会员大会是一个检讨，其实对33年前我来到这间教会，今年应该要进入34年满。上帝给我一个感动，就是亲像咧写日记。咱的教会每一年到年底时，牧师拢会将迄个数字提出来做反省、甲检讨。就亲像一个公司伫最后年终的时，还是讲年初的时，年底时因会检讨 KPI。你若是伫公司食头路，多数的人拢捌听过 KPI， 什么叫做 KPI？ 主要的表现指数，就是讲这个公司、这个单位、这个人，伊应该做，要安怎考核伊的表现。迄个 P 就是表现 ，T 就是锁匙。一个人的表现有什么种的特别的条件？所以一个公司咧考核一个员工，伊爱真清楚有一个目标，真简单，毋免足济，但是伊会当互即个人有一个方向，知影讲，咱到底一年中间咱的努力是甚么？咱基督徒嘛有 KPI， 咱教会嘛有 KPI， 但是咱的 KPI 甲即个一般的公司的 KPI 无共款，所以咱来了解咱的上帝心意，伊爱咱做甚么？有一个信仰的老爸，伊讲：咱毋免烦恼讲，我爱伫上帝面前有好的表现，我的上帝才会听我。是，咱的上帝听咱是无条件，伊毋是看咱的 KPI。但是咱的上帝嘛对咱有要求，就亲像今仔圣经彼得前书，伊讲：恁爱伫社区，恁爱伫外邦人的面前有正直端正的好所行。第一个。伫上帝监察的日，众人就讲因基督徒真正无共款，归荣光天父上帝。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这个大会是认罪，这个大会是检讨，这个大会就是上帝的面前搁一摆准备要出发。愿天父上帝祝福咱。会员好会伊的精神是对诗篇。旧约犹太人因的大聚会，因为大庆典的时阵，因拢会倒来到耶路撒冷。第一个所在，比如讲过半过节，第一个所在真热热，但是进入上帝的圣殿，所有的人，既然是属于这个家庭，既然是属于这个教会，大大小小拢出来，拢倒来，伫上帝的面前过大会。那你今仔日的圣经，咱会通学习到什么？每一摆礼拜，教会拢会准备迄个单元、迄个主题，应该读的圣经，互咱知影，其实上帝伊早就将伊的话甲伊的心意写伫圣经的册页内底。今仔的圣经，无论是新约、旧约、新约以及咱的金句，这三段圣经，甚至包含启示文4篇90篇。这4个单元有关着上帝圣经的话，拢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叫做监察。监察就是上帝对天顶阿乐在看，这个世间有甚么人是伊会通特别重用的人。历代志下卷16章第9节。所以上帝监察是咧看过伊的羊群，伊咧看过伊的囝儿查某囝，伊咧看过伊的家庭。监察这个字就叫做切卡，伫新约叫做 episcopal。这两个字，伊拢有真深的意思。伫旧约，咱今仔所读的这个合解书，无使用合解书写今仔日的咱的做伙共同的礼拜的祈祷书。无使要奉耶稣的名祝福恁，你们的人生没有遗憾。阿门吗？今仔合解书第一章第6节到第9节，伊咧讲起，若无有上帝，若无有上帝的道路，咱的人生就亲像派一卡夹子，包，迄个落地也是破去的。
你沿路就是修行，就是修行，但修咧，倒去到厝，拢总空老了了。这种人生是一个有遗憾的人生。但上帝讲，恁着省察家己。我是万军的耶和华，我甲恁讲，恁着要做一个有智慧，会晓家己自我反省，会晓自我检讨的人，毋免等别人检讨，是咱正做一个会晓管理家己的人。所以第二个牧师用合解书要为着恁做祝福，求天父上帝，互恁正做一个有智慧的管家，既然收入恁的人生的库房。无一项稳定拍甲漏去，阿妹吗？咱无比人较好趁钱，但是既然上帝所赏赐咱的稳定，拢留会调、收会调，到代代无尽。有真侪人一生车跋饼，改成真车赢荣华富贵，但是到年老的时阵呢，一箍溜溜，光溜溜啦，结果就一箍溜溜。中什么拢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毋是今日即个圣经中间伫新约，咱看到彼得前书，伊讲伫社区、伫众人、伫外邦人的面前，恁都爱有端正的行为。基督徒爱亲像基督徒，上帝的囝儿爱亲像上帝的囝儿。人看到咱的时阵，因就一叠一个共同观念，就是因是一个真清气的一个团体，还是是毋是？因是一个圣洁的团体，因一个上帝荣耀的团体。Episcopal 这个字，迄个 couple scope 这个字足特别，就亲像讲向着标杆直跑，这个字就是 Episcopal 的2个字根的后边段。这个 Episcopal 这个 couple scope 这个字就是亲像望远镜、放大镜，这个字就是检视啦。有时咱要会了解真理，爱有足长，迄叫做放大镜，还是讲迄个望远镜，会当对历史真长的时间来了解上帝奇妙的作为。所以今日诗篇90篇，伊讲上帝看1000年亲像1年，人类若有上帝的智慧，咱就知影咱的人生会当超过这个3年5年的努力。我知影我是一个可长可久。哦，上帝的智慧是长的，可会当真微细，就亲像显微镜，咱会当看见真细，迄个温暖的派。所以兄弟姊妹，咱敢知影，上帝的话就是遮尔宝贝，伊要互咱超越人生的有限，超越咱平凡的愚妄，超越咱看袂到这种的茫然。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上帝赏赐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放大镜、望远镜。这个字伫新约中间，保罗讲：“我向着标杆直跑。”迄个标杆就是这个字。所以兄弟姊妹，咱要伫今仔日个礼拜，通过这3段的经文，做伙来学习。我要怎样做一个上帝好的管家，来管理我家己，管理我的人生，管理上帝所交代我的。所以，咱首先爱会记得，咱的一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荣耀上帝。今日圣经耶利米第17章第10节，去年的会员好会，牧师嘛用这段圣经，伊讲：伫感谢的日，通归荣光天父上帝。意思是讲，咱的人生到尽头，到最后回天家的时，咱徛伫上帝的面前，上帝讲：所听的囝儿，你入来。好个真正的路棒，兄弟姊妹，伫咱要面对上帝时，咱要用什么种的条件来看咱的阿爸天父上帝？原来伫主的面前，咱恳求天父上帝。所以，这个监察毋是一年草草了事，这个监察是一个真认真的检讨，而且每一摆的检讨、监察。拢是甲咱的终末，就是咱一生的终局有关系。所以圣经咧讲，上帝看人伊的监察，是用伊的所行，甲伊所结的生命的规矩。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开始学习
咱甲上帝讲，上帝，我要做一个会通荣耀你，佮有结出生命果子的基督徒，求天父上帝帮助。今仔日个金句耶利米原本牧师是想要甲伊放伫咱的主题旧约的经文，但是后来我感觉合该书竟会当帮助咱有一个警醒的心，会当追求没有遗憾的人生，所以牧师就用合该书做主题的经文。但是咱的箴言咧讲起即个监察，就亲像拄则我甲咱讲的赤卡，即个字甲新约 episcopal 即个字足共款。新约即个监察叫做 episcopal， 伫圣经中间有另外一个翻译叫做即个监督啦，伫咱的教会有一个制度，就是讲咱的教会无啦，就天主教有即个 episcopal 就是圣公会的名，叫做 episcopal。主教啦 ，bishop， 所以这个字伫这个中间，上帝讲，我就是监察人的心，照伊做的代志的结局来报应你。无需用这个黄色的字体甲标出来，我要唤起恁爱甲伊背起来，好无？你爱记咧，人咧做上帝咧看，人咧做上帝咧看，上帝是一个监察人的上帝。伊照人所做，听这报应啦。各人做业，各人担。但是咱伫稳定的中间，咱已经无惊做业，因为上帝稳定较大天。但是兄弟姊妹唔通可惜哦，好不好？唔通可惜，唔通因为上帝的主爱，咱就甲上帝的代志放外。咱唔通想讲上帝无咧管代志。上帝无咧管代志，是因为伊要阁怜悯咱。一旦上帝若拍尻川，会死人呢？未死阁好，会死阁好咧，未死阁较减两。马介病院董事会有一段时间侮慢上帝，细节我莫讲。后来带去咧吃大餐，其中有一个董事交代大家食饭。一块足大块沙西米甲吞落，加咧，见着。所有董事会甲肥的边仔中间做伙食饭，有足侪拢是医生，大家甲急救，叫这人救起来，变植物人。上帝无欢喜，伊侮慢上帝的产业，兄弟，牧师伫讲道30几年，毋捌甲人讲即种恐吓的信息，毋是。但所听兄弟姊妹，上帝的报应足重，最大毋是现世报，最大是将来你面对上帝的时阵，你无门通入去。这是一个足严重的代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好好认真照起工。所听兄弟姊妹，主帮助咱。互咱伫伊诶面前，咱来检讨今年咱诶教会到底咱做了甚物。我身为恁诶牧师，伫上帝交代做工人，我有责任，逐年诶年底，拢爱自我检讨、自我反省，佮陪伴教会做一个会员合会手册。这毋是股东会议诶报告书，通甲恁讲年底内底咱获利。存利偌济，毋是，是要甲上帝讲，上帝这个家庭，这个羊群有健康无健康。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我感觉今年发生上大的代志，到底上帝看到甚物？上帝看什么种的代志最上重要？社区看什么种的代志最上重要？是咱的出息吗？是咱一年度的奉献吗？是咱伫今年中间办偌济大型的活动，闹闹热热，是假的吗？我感觉今年咱的教会发生上大的代志，就是咱年头有11个中级上任，但是咱到年中失去2个同工。我感觉这样代志对咱教会是一个足重要的代志。古早人讲，跋倒
嘛爱捡一寡物件，学一寡功课。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个礼拜牧师的讲道，毋是要责备跋倒的人，但是我要甲上帝讨讲，上帝即种的代志，将来无搁再发生伫阮的家庭。咱毋是要互相责备，因为咱的教会30-40年前嘛捌发生即类的代志。你敢知影？即间教会是伫1200-300间的教会、长老教会中间，唯一一间教会捌互人打封条。我甲陈牧师来到咱教会时阵，要甲捌为着过去即个教会所做无适当的代志，去法院去做答辩。我毋敢想象讲今仔日会搁有发生这代志伫旧年咱的教会，甚至我嘛感觉无适当甲恁讲真详细的细节，因为人的情绪、人的看法拢会无共款。但是为什么今仔牧师要甲咱讲即项代志？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宣告，阮的行行顺顺，对将来无要搁再发生即种的代志。这是咱共同伫主的面前所求讨。所以我要甲恁讲3个祈祷。第一个祈祷就是咱每一个人拢爱学习做一个会晓家己自我检讨的人。恁嘛爱欢喜，互教会甲恁讲诚实话，好无？咱来做一个会晓自我反省的人，咱来互上帝的话会当伫咱的中间。我以前毋敢安尼自我要求，但是到今仔日，我伫你的面前，我甲上帝讨讲，主啊，互我做即间教会属灵的老爸。以前我毋敢讲我做恁的老爸，要伫信仰甲生活内底来指导恁。我只有感觉讲我是一个解说上帝圣经话语的人。我只不过就是一个年轻，上帝找我来陪恁祈祷的人。但是我感觉安尼还阁无够严。一个教会需要有信仰的老爸，一个教会需要有信仰的老师。检测我甲陈牧师拢有缺点，嘛有无够格的所在。但是如果我若还阁有几年会当甲恁做伙，我甲上帝讨讲，主啊，我的年岁嘛已经有啊，愿我会当听我的兄弟姊妹，亲像一个老爸，会通教示我的囡仔，互因一生行伫正直的道路，无外闯。兄弟姊妹，你若愿意，你也学习谦卑的心，甲上帝讲：主啊，我伫遮，求你的圣神帮助我，成做一个会晓伫自我反省的人。因为这是耶和华上帝所讲的话。上帝讲命令，有时无一定有讲解说，但是今仔日这段话，上帝伫伊的命令中间，佫有解说讲为什么我要命令恁，就爱省察恁家己。所以《哈该书》第1章第6、第7节、第8节，足有意思。伊第7节到第9节是同款的。伊讲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恁就安那省察恁家己。诗篇90篇，今仔课文18篇，伊讲看我内面有啥物隐瞒的歹、隐藏的恶。主帮助咱，互咱伫伊的面前。上帝解说伊讲。恁伫外邦的中间，无，这是个新约跳过。等者咱会看到咱等者会看到哈该书第1章第8节。牧师先跳过来，彼得前书第2章12节。伊讲恁伫外邦行为、行罪、言行举止，都爱细讲。所以兄弟姊妹爱注意，做基督徒毋是出一支喙。做基督徒是用生命，牧师用嘴讲道，恁是用生命讲道。你怎样活出来，你的囡仔就受你的生活的影响。你同意吗？你免甲你的囡仔讲大道理，
你若敬畏上帝，你的囡仔就是敬畏上帝的囡仔。你若是一个正直信实的人，你的囡仔就正直信实。主帮助咱，互咱伫伊的面前会记得上帝讲，彻彻底底的探讨。这个旧约这个字，就是感谢，就是真彻底来了解、检讨。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所以，这个 episcopal 这个字 scope， 希腊语叫做 scopos， 这个字伫英语叫做 scope。恁去查英语的字典，这个英语的字典就是讲是一个范围、一个领域，是讲一个放大镜、一个显微镜。但是伊原文伫希腊语圣经中间，有当时用来讲标杆。愿天父上帝赏赐咱伫新的一年，咱的教会未来10年。所以牧师讲，咱过来有10年，咱要迈向得等教会100岁，咱要大庆祝。我毋知迄个时阵，我也有机会甲咱做伙来庆祝筹备这100周年无？我毋知影。但是势必上，牧师只能够陪你们到半路，因为牧师的规定就是70岁一定退休，所以我会当陪恁到半路。但是上帝永远甲恁伫地，毋免惊无牧师，都要惊你心中无上帝。毋免惊无牧师，嘛毋免烦恼将来牧师是生做圆也变，帅或不帅。咱只惊你心中无上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一个自我检讨的人，伊知影一个真要紧的功课甲使命。我的生命最大的目标是荣耀上帝。人人生存在最重要的目的，咱受上帝所创造、受造的万物，拢是要荣耀创造伊的主人。这是圣经人存在最要紧的价值甲目标。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这个会员好会，咱做伙将咱所做的，咱毋敢讲咱是荣耀上帝。但是咱甲上帝讲，上帝伫2021年，阮的教会就是安尼。感谢有你们，因为伫今年的疫情、去年的疫情，其实真严重。但是兄弟姊妹，恁拢无四散去，停3个月的聚会礼拜，疫情一解封，咱的教会就真紧就回流。伫疫情中间，有的人收入工作有受到影响，但是感谢上帝，咱的兄弟姊妹还阁注意恁甲教会、甲上帝的关系。所以有人6个月了后，伊讲牧师，我会记得，这是我6个月的11奉献。伊无因为疫情停止，好啊，这6个月就免11奉献，甲伊念起来。因感觉因是得等教会的家人，所以该是教会，该是上帝，拢是上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新的一年，将所有美善的力量都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咱的跨年祷告会所唱迄条潘霍华牧师所写的伊的临终的最后一张批。后来德国的音乐家甲伊写做圣诗。毋知是安怎呢？今年的 Line 甲该种的 Facebook， 足侪人拢甲我分享这条歌。所有美善的力量，所有一切的美善的力量来充满伫咱的内底，咱就真做一个只有荣耀真水有好品格的人。我毋敢甲伊插回讲，这阮教会已经唱足侪年啊，你今年才来传，其实袂使安尼讲，但是。上帝所予咱的，就是用伊家己的本性，用伊的荣耀来充满咱，予咱代表伊，予咱代表上帝。伫这个弯巧背逆的世代，保罗讲，将生命的真道表明出来。伫弯巧背逆的世代，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而是我们是什么样的基督徒。毋是咱为了上帝做什么，乃是因为。咱是上帝的子，咱自然而然活出来，
人就看到知讲，因是基督徒。主帮助咱。第二，牧师要甲恁讲，就是甲恁分享这段圣经，牧师嘛有写伫这个祈祷书。主啊，求你帮助我，你的圣心帮助我，互我知影补破网。伫我的人生中间，若有什么种的病毒入来，我就该做这个防毒软体，该隔绝在外。我要转移着我人生的破起来的顶端来做补破网的人，毋是安尼尔。伫咱的家庭，伫咱的教会。你若感觉是共同体一份子，咱拢有责任爱做家庭甲教会补破网的人。兄弟姊妹，毋是干那顾家己就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第二个牧师要甲恁分享的祈祷甲功课，伫你家己的生命中，伫你的家庭、伫教会，你甲上帝讲：上帝啊！求你，互我徛伫破起来的所在，举起基督的手；伫破空的所在，举起基督的手，来做补破网、守网的人。主帮助咱。今年的疫情带来真大的冲击，但是咱的教会所拄到的，其实毋是 COVID-19， 咱教会所拄到的，其实是一个人伫即个迷惑、伫即个欲望中间所拄到的光景。这叫做伫黑暗的势力。咱活伫这个世间，这个世间有最黑暗的关系，无形的引诱。所以兄弟姊妹爱细致，愿咱伫人生的道路顶端，常常有属灵的目睭警醒，通知影耶稣讲：恁着警醒，爱防备这个世间人因一切似是而非的道理。咱若将马太福音16章第6节安尼翻译做白话，今仔日的圣经就是这个意思。做一个基督徒，需要伫逐世代真细致听、细致想、斟酌想，人知影讲，这个世间中间有真侪似是而非的道理。所以耶稣咧讲，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的酵母假冒，假冒是有影响力的，伊会伫人的心中产生真侪的搅动。愿天父上帝保守咱，伫这个世间真侪似是而非的道理，咱无搁再做一个有遗憾的人。哈该书第1章第6节就是这个意思。有真侪人也种济，种做济，收成少；有真侪人食真济，但是食袂饱，因为伊无满足的心；有真侪人啉袂喙焦，袂止喙焦，因为伊啉的是一种错误的这种的欲望。所以罗马人有一句话讲：海水哪啉哪喙焦。伊就是咧警醒讲，人真在这个世间所追求的，其实是一个毋是真正有价值的。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伊讲，毋通阁再将你一生所得到的稳定，放伫破空的地下内底。主啊，我的心无用温黑暗的关系，刺插我真侪破空的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上帝帮助咱，得到保守，主帮助咱。所以哈该书第1章第9节讲：世间人仰望多，但是得到少，为什么？上帝有解说，上帝毋是干那讲恁着省察家己。这段圣经真宝贝，因为当上帝发出伊的命令的时，上帝阁有讲一项原因。你若离开我，你就袂当做什么。伊讲，你干那顾家己，你好就好。上帝讲，你着爱尊我最大，毋通看我的圣殿趴荒，啊！你干那顾家己。愿天父上帝，互恁有够的智慧，知影圣经要甲咱讲什么，主帮助咱。所以愿上帝赏赐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特别赏赐咱的青年，让你们的生命没有遗憾。今仔日说书牧师的感动，然后提醒你，你有受到一种感动。有一日到你年老的时，你甲上帝讲：上帝感谢你，对少年到年老，你从来没有辜负我。
对细汉到大汉，对少年到年老，咱的上帝永远是摇花屹立的上帝。你听有吗？摇花屹立的上帝是什么意思？摇花为你备办，愿天父上帝赏赐，摇花备办，摇花赏赐。上帝赏赐咱一个没有遗憾的生命。主帮助咱，咱的教会受交代，有机会做向日葵学员的工作。对头一日，这个事工最要紧的精神就是：无一个生命应该受看轻，无一个生命应该受拒绝，无任何生命应该被放弃。最近咱的教会拄着足大的困难，因为即摆囡仔愈来愈歹教，毋知是今年特别歹教啥咯。咱的老师回母甲强要投降，牧师嘛甲讲好啦，会做就做，袂做，就甲关起来。兄弟姊妹，咱的教会，咱的上帝是一个永远无放杀人的上帝。咱的教会过去跋倒。互社区讲，唔通去信基督教，因为信基督教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你敢知这句话有偌重啊？恁拄啊信来，恁拢唔知咱的教会有这丰功伟业，过去这足济这请仰的代志。80周年的这个手册，我们都不讲，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应该守护这里，不能够往后看。所以咱的教会要讲较侪好的愿望，但是后来牧师感觉讲也好。伫去年咱拄着一个足大的代志，让人遗憾。但是求天父上帝将这个遗憾转做祝福。主帮助咱，毋是上帝拒绝人，毋是教会拒绝人。耶利米书第17章第1节、第9节、第13节，伊讲：凡弃绝你的，必蒙羞。耶利米书第17章，恁若愿意，恁会当重新倒落，规章拢看。哈该书恁嘛会当倒去了，规章拢看。因为牧师的重点是要讲监察，毋是要讲警戒、警告的话。但是伫这个所在讲，世间人的心歹到极头。主怜悯帮助，伊搁落去讲，毋是我去杀因，是因离开我这个活水泉。所听的姊妹，教会所讲的话，若有较重，若为着你好，嘛爱斟酌去想。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牧师甲上帝讨讲，上帝啊，教啊！对今仔日开始，过去的遐个咒诅捆绑，遐个黑暗的关系，对今仔日开始，不搁再伤害上帝你属灵的家庭，好唔好？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做守望者，好唔好？先守望自己，然后守望这个教会。主帮助咱，愿这个教会不再有悲伤、哭嚎。悲伤后叫痛痛，这就是启示录伊咧讲的新天新地。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第三，我们回到比较快乐的话题，咱应该爱互相祝福。伫检讨的中间，咱也有愿望，主帮助咱。2021年，牧师他都用一个足重、足沉默、足沉重的话题甲恁讲。但是牧师要甲恁讲，快乐吗？咱的圣诞市集，兄弟姊妹，大大小小，咱用这个市集来疗伤，咱用圣诞节来做愿望。咱的教会迎向100年，咱求天父上帝，互咱的教会有更较济水，所有一切美善的力量。因为以赛亚63章第4节。伊讲，上帝禧年已经到，2000年前耶稣来到这个世间，耶稣头一摆
将上帝欢喜人的年，年年是好年，天天是好日。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旧年年头年底，咱中间有3个月疫情，我无法度算讲迄个疫情中间咱到底有偌济人。但是感谢上帝，咱的年头总出席平均也未疫情5月进前，大概咱的出席平均是87。到伫年底，咱莫讲8月马上恢复，因为咱8月到9月有一段时间，9月、10月是有一段时间是只能够50个人以下的聚会，所以这种数据不是一个很能够表达咱的教会出席的情景。大概咱下半年度的出席大概也是将近87个人，但是牧师看到这个表了后，有一点仔伤心，因为阮来到教会来到德堂，大概30年教会都是在往上走，所以咱的出席对17个、30个、60个、80个、90个、100个，一直到2017年，咱的教会出席达到120个人。当年欢喜，后来就起负长，2017年，咱的教会走下坡。我甲上帝问讲，上帝是毋是我什么所在做了毋对？是毋是我对兄弟姊妹听无够，所以有一寡人离开咱的教会？后来我现2017年一直到2021年，兄弟姊妹。这5年的中间，咱的教会有15个人过身，有3个人殉职，因为因年老亲像再经兄、再经嫂，因迁籍去台中，所以是不得已。所以因伫因的公寓的边仔，差不多300公尺，找到一间教会，因伫遐得到好的照顾，所以因就将因的会籍迁出。阁有另外不可抗力的。大概加起来，15个以外，阁有10个是不可抗力的。我真感谢上帝，予我看见这个数字了后，我知影所听的姊妹，恁拢听这间教会对毋对？咱伫这间教会中间，我知影，虽然120个降落来到剩无到90个，但是若扣掉拄则所牧师甲咱分享报告的，佮加上疫情，毋知偌济人。伫这1年2年中间，拢毋捌出席的，因为因感觉这个疫情有危险，所以因无爱这种的实体的聚会。但是咱的教会有直播，互这个人会通得到帮助。牧师甲恁报告这个，最重要就是咱来做一个有智慧，会晓检讨家己。但是牧师要甲恁分享，表面上的检讨较简单，对无？因为有数字，我就看会到。但是兄弟姊妹的灵命的健康，就无一定看会到。兄弟姊妹的谦卑，兄弟姊妹的敬畏，兄弟姊妹的诚实，兄弟姊妹对上帝较无，这拢是内在。兄弟姊妹，这是你甲上帝的关系。牧师真困难看到这个内在的部分，但是咱做伙来，咱内在外在，咱拢甲上帝讨。是啊，过来10年中间，我要建立一个哪来哪健康的教会。咱三同行，上帝甲咱同在，咱同心来祈祷。求主帮助我，互阮的生命没有遗憾。求主教示我，互我知怎样做一个招逼的守望者，无互我的生命有破欠。主啊，世世代代你做阮徛起的所在，对永远到永远你是阮的上帝。愿你的阳光充满伫阮的中间。阮手所做的工，愿你来坚固，祈祷我个所生命，阿门。
啊，这时，请咱三甲用祈祷心来吟圣诗，圣诗168首，求主复兴教会，请咱起立吟全首。这请坐，请咱准备心来奉献。咱要来进入
会员大会、会员好会的部分，咱来请宗顺长老起来协助牧师，因为宗顺长老是咱今年的代志长老。所以，亲爱的姊妹，咱来当，咱尽量努力无论咱是毋是有会籍无会籍，咱也感觉即个教会，咱愿意做伙担当，咱会当做伙伫即个所在，咱做伙来祈祷。拢会使啦，好啊，听起来，咱做伙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做伙伫你的面前，搁一摆来祈祷。主，阮要今仔日要来检讨阮家己伫旧年所做的工，求天父上帝你圣别，互阮手所做的工，亲像所压的种子，会当开花结果子。阮将今仔日的会员好会的部分来恳求你圣神继续来带领，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